鸟兽自为。生命稀疏，居南郊。变成南魏，进至日永，星火以正中下。其名因鸟兽西隔。生命合众，居西土，曰媚谷。进到日入，变成西沉。夜中，星虚以正中秋。其名一义，鸟兽毛显。生命合。书居北方，曰幽都。便在服务。日短，辛卯以正中东。其名玉，鸟兽绒毛。岁366日，以闰月正40。幸敕百官，众公皆兴。尧曰：谁可顺此事？放其曰：四子丹朱开明。尧曰：欲。完兄不用。尧又曰：谁可者？涣都曰：共工旁据不公，可用。尧曰：共工善言，其用。辟四公漫天，不可。尧又曰：皆4月，汤汤洪水滔天，浩浩淮山相邻，下民其忧，有能使治者。皆曰鲧可。尧曰：鲧复命毁族，不可越。曰：亦哉，是不可用而已。尧于是听乐用鲧。9岁，公用不成。尧曰：皆。4月，正在位70载，汝能拥命，见正位。乐因曰：彼得忝地位。尧曰：昔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，皆言于尧曰：有经在民间。曰：虞舜尧。曰：然，正闻之。其何如？乐曰：盲者子。父顽，母淫，弟傲，能和以孝，真治不治奸。尧曰：吾其事哉！于是尧妻之2女，观其德于2女。舜斥下2女于归瑞，如复礼。尧善之，乃使舜甚合5典，5典能从。乃便入百官，百官时序。兵于4门，4门穆穆，诸侯远方宾客皆进。尧使舜入山林川泽，暴风雷雨，舜行不迷。尧以为甚，召舜曰：女谋士智而言可讥，3年矣。女登帝位，舜让于德不义。正月上日，舜受终于文祖。文祖者，尧大祖也。于是帝尧老，命舜设行天子之政，以观天命。舜乃在玄机玉衡，以其七政。遂类于上帝，因于6宗，望于山